維多利亞公園度呢，今日係天朗氣清嘅。城市論壇呢個節目歡迎你，亦都歡迎家庭嘅朋友收睇我哋呢個節目。呢個節目呢係分兩部分舉行嘅。第一部分呢係由兩間學校嘅代表參加個辯論比賽。嗱，呢個比賽嘅最主要目的啊，唔係分出勝負咁簡單嘅。佢嘅主要意義呢就係激發起大家，特別係年青人多啲關心社會，多啲認識社會。節目嘅第二部分呢，就由台下嘅朋友自由發言嘅。我亦都請到幾位嘉賓呢，同大家一齊參加討論嘅。呢個節目仲會有2次現場朋友嘅投票。剛剛我哋已經舉行咗第一次嘅現場朋友嘅投票啦。咁經過翻論辯同埋大家對論題加深嘅認識之後呢，我哋會再舉行第2次嘅投票，睇下2次嘅投票呢會唔會有咩嘅不同嘅地方嘅。我哋今日要討論嘅論題就係公共小型巴士已經冇存在價值。嗱，黑板上大家所見到嘅呢，就係第一次嘅投票結果嚟嘅，第一次現場朋友投票結果嚟嘅。今日我哋請嚟嘅4位嘉賓，分別就係理工學院運輸學高級講師鄭會友先生，2位市政局民選議員黃夢花先生、鍾世傑先生，同埋港九新界公共小型巴士聯合商會嘅主席黎國明先生。好，節目馬上要進入第一部分，就係2間學校嘅代表都參加辯論比賽嘅。嗱，我拍檔蘇鴻興呢，佢已經準備好同我哋介紹下今日出場比賽嘅2間學校嘅代表。蘇鴻興，係咁啊，首先介紹下我哋今日參加辯論比賽嘅2間學校啦。第一間就係正方嘅香港華仁書院，同埋反方嘅德蘭中學。而同我哋評判嘅呢，就係中大校外部戲劇課程講師李媛華先生、教育官譚錫麟先生，同埋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蒙全銘先生㗎。咁而家我哋開始我哋嘅辯論比賽啦。首先係正方香港華仁書院嘅第一副辯發言。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辯題係公共小巴已沒有存在價值，所以我哋應該針對嘅係小巴冇存在價值，疏導交通嗰啲只不過小巴嘅實際價值，而評定存在價值呢，就要從時代嘅比較性、公用嘅取代性同埋城市交通發展上嘅需求嚟到着眼啦。喺68年香港大暴動之後，由於當時交通工具唔足夠，小巴就應運而生，負起咗交通運輸上一個過渡時期嘅暫時性嘅取代作用。但時至今時今日，環境經已唔同啦，公共小巴經已反為成為咗公共交通發展上面一個負累，所以從時代嘅比較上嚟講，佢已經失去咗佢嘅存在價值。就係本身嚟講，佢有好多弊病，路線價錢班次唔劃一，載客量比唔上大巴，浮動性比唔上的士，好油量同埋路面佔據面積比例太大，所以公共小巴係一種唔合乎經濟原則同埋唔健全嘅公共交通工具。但係如果發展公司制經營，路線價格班次都劃一嘅專線小巴呢，就可以減除晒呢啲弊病，亦都可以有系統咁加強交通網嘅接駁工作。專線小巴嘅性質係遠超乎公共小巴所能夠達到嘅，佢有能力取代公共小巴，而且比佢做得更好。所以從公用嘅取代性嚟講，公共小巴亦都冇咗佢存在價值。點解我哋唔將投資喺公共小巴嘅人力、物力、資源改為投資喺專線小巴上邊呢？主持、各位評判、各位來賓，我哋今日嘅題目係公共小巴已沒有存在價值。我方係代表反方嘅。首先，我哋從價值兩個字嚟睇，所謂價值就一樣嘢，佢具一定嘅效用，又能夠滿足人嘅需求，我哋就為之有價值啦。我相信在座各位冇一邊個未搭過小巴嘅。小巴係基於1967年暴動事件中巴士罷駛，服務受到干擾，小巴就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啦。而經過2年之後嘅考驗，終於喺1969年合法化，證明小巴嘅存在價值係肯定嘅。而根據1979年香港內部交通白皮書指出，現在小巴仍然有4350架，行走路線有135條，載客量達到160萬人次，平均每4個人之當中就有1個人係搭小巴啦。由呢一個數字就可以表示出小巴嘅存在價值係肯定嘅。自從地鐵通車之後，運輸署更加增設咗6號同埋10號2條專線小巴接駁地鐵金鐘站，
表示小巴就係輔助地鐵嘅一種交通工具啦。而根據最近報紙指出，本來有32號同埋30號 A 兩條巴士線係行走象山村嘅，因為班次不足，市民不便，市民交通不便。但係自從有小巴行駛該村之後，交通服務就得以改善啦，證明小巴就係彌補巴士不足而為市民服務嘅。因此，我肯定講一句，小巴仍然有存在必要，有存在價值嘅。多謝各位。各位，正如反方所講，好啱，佢話樣樣嘢都有存在價值。但係若果我哋單從佢利弊嚟分析呢，呢個只不過係實際價值，唔符合我哋今日嘅論題。公共小巴已沒有存在價值。其實我哋諗下，當一樣嘢我哋要發展去，對唔住啊，應該若果我哋發展一樣新嘅嘢去取替嗰陣時候，亦即是話佢已經冇咗呢個存在價值㗎。而香港交通亦都面臨咗呢個抉擇。我哋要求嘅係一個有系統、需時少而又龐大運輸，所以路線、價格、班次唔係嘅公共小巴根本唔能夠達到我哋嘅需求嘅。只有地下鐵陸續投入服務嘅超級珍寶巴士，先至符合香港路面窄、人口少而又符合我哋而家環境嘅需求。點解我哋針對公共小巴冇咗佢存在價值呢？就因為環境嘅轉變，我哋有潛質、有能力去發展同埋選擇更加美好嘅交通工具，而小巴嘅存在只會成為我哋交通擴展上面一個絆腳石。我哋面對嘅城市設計係葉脈型，以分支符立主幹嘅交通網，地下鐵同埋急劇增加服務嘅大巴擔任咗呢個角色。但係獨立經營、到處亂走嘅小巴，只會令到交通發展上面產生大混亂。所以我哋應該按部就班，將呢個冇存在嘅公共小巴慢慢咁送走。冇錯，喺呢個更換期裏邊，佢仍然產生嘅實際價值。但係從遠處嚟着眼，公共小巴冇錯，而家有佢表面嘅好處，並唔能夠配合我哋將來嘅發展。所以我哋今日有個必要喺度話俾人聽。各位來賓，我再重申，小巴係有佢實在嘅存在價值。而家雖然有地鐵，但係佢行走範圍有限。香港方面，佢係去到中環，而九龍嘅兩條主幹窩打老道、漆咸道冇佢踏足。大埔、元朗呢啲新市鎮亦都冇小巴、冇地鐵服務。喺一啲冇電車、巴士、火車、地鐵行走或者服務不足嘅地方，小巴就成為市民嘅主要交通工具。好似由何文田去尖沙咀就冇直接嘅巴士行走，而期間市民往來就要靠小巴啦。雖然有啲小巴司機濫收車費，唔守交通規則，但係只係一小部分人嘅所為。我哋點可以因為呢一啲咁少部分人嘅所為而抹晒小巴嘅所有價值同埋功勞啊？喺今年2月，運輸署宣布喺葵涌、青衣設立3條專線小巴，喺金鐘站亦都有專線小巴輔助地鐵服務，更批准專線小巴行走巴士專用線。呢啲小巴受法律管制，路線固定，收費劃一。政府一連串煽動小巴嘅措施，就證明小巴仍然有存在嘅價值，有發展嘅必要。地鐵唔單止唔能夠完全取代小巴，小巴仲輔助咗地鐵嘅服務。道路唔係小巴淨係小巴用嘅，又點能夠將塞車嘅責任全部推晒喺佢身上呢？所以小巴嘅存在價值係肯定嘅，呢個係我哋今日嘅論點。多謝各位。好啦，聽過兩間學校4位同學先後發言之後呢，就輪到兩間學校嘅主辯呢係做一個總結嘅。不過我哋先休息陣間先。休息完一陣間之後啦，我哋又繼續辯論比賽啦。重複一下今日嘅論題，就係公共小巴已沒有存在價值。咁首先係請反方德蘭中學嘅主辯作出佢嘅總結。各位，可能大家會話小巴牌價狂跌，就表示小巴已經窮途末路，冇佢嘅價值。但係我認為呢啲只不過係以前小巴牌價俾人炒高，而超乎佢合理水平，但係佢而家已經回復正常啦。而跟住小巴收費亦都會自然調整，咁對於我哋身為市民嚟講就係一件好事啦。如果話小巴因為佢牌價下跌而係冇存在價值嘅話，咁樣就以黃金嚟到作為比例啊，作為比較。咁黃金曾經喺一日之內下跌1200蚊，咁樣唔通就話黃金冇價值咩？綜合咗我方組員嘅論點，已經明顯咁知道小巴係有佢嘅存在價值嘅。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因素係肯定小巴有存在價值。第一，
地下鐵路主席唐信先生佢亦都承認過，地下鐵路嘅設立並唔能改善路面嘅交通，佢只係會改變車輛使用路線嘅習慣。而小巴佢行走彈性比較大，佢可以配合地鐵接載同埋疏散由地鐵大量湧出嚟嘅搭客。小巴佢雖然唔係主要交通工具，但係佢有輔助整體交通工具嘅作用。第二，剛才政府嘅同學佢話小巴係成為市民嘅絆腳石，但係根據1979年內部交通政策白皮書建議，小巴嘅服務對象將會轉移到去新市鎮同埋較偏僻嘅地方，咁樣就證明咗小巴範圍佢嘅服務範圍就更加廣泛啦。而且我哋住喺市區嘅市民固然係可以享受到大巴、電車、地鐵嘅服務，但係唔通我哋就唔諗呢啲住喺新市鎮嘅市民佢哋嘅交通問題咩？小巴對佢哋嚟講根本就係扮演咗一個重要嘅角色，所以話小巴冇存在價值根本係唔成立嘅。綜合我方組員嘅論點，就可以知道小巴唔單止喺1967年有佢價值，今日仍然有佢嘅價值。我咁講，小巴喺將來亦都會有佢嘅價值。多謝各位。各位朋友，我哋頭先已經分析得好清楚啦。公共小巴喺大約80年代之後，隨住香港嘅交通發展，已經唔能夠達到時代要求，所以有被淘汰嘅必要。香港政府亦都鑑於公共小巴本身嘅弊處，喺舊年頒定嘅交通白皮書之中，提議用一種收費路線班次劃一嘅公司制專線小巴嚟取代公共小巴嘅地位。而當呢一種經過改良嘅交通服務配合咗我哋頭先曾經講過完善交通系統之後呢，公共小巴喺呢日根本已經冇咗存在條件啦。因此，我方認為我哋基於時代比較、公用嘅取代同埋交通發展嘅需求3方面嚟分析，證明公共小巴喺80年代裏邊不但唔能夠配合香港嘅交通發展，只會妨礙到更完善交通系統嘅進行，實在冇存在嘅價值。但係我方仍然好欣賞反方對於公共小巴實在價值所作嘅分析，但係我哋好誠懇咁向你哋話，你哋對於存在價值根本觀念係錯嘅。我哋又點能夠只顧及公共小巴嘅實在作用，又妨礙另一個更龐大、更完善、更先進嘅交通服務嘅進行呢？況且我哋仲有專線嘅小巴，專線小巴不但吸納咗所有公共小巴嘅好處，而且佢仲刪除咗佢嘅流弊。所以隨着專線小巴嘅不斷發展，公共小巴取締呢啲係急不容緩嘅事。所以準確我哋方嘅論點，我哋從香港嘅實際環境、香港交通發展、時代趨勢要求同埋公共小巴本身嘅流弊作為衡量，所以證實我哋今日呢條辯題公共小巴已沒有存在價值係絕對成立。最後我哋要強調一點，就係我哋今日所講並非係專登針對啲小巴嘅商人，而係只係希望香港嘅交通能夠得以改善進步。而我哋更希望香港政府喺改呢個交通問題上邊能夠兼顧到小巴商人嘅利益，盡量減少佢哋蒙受損失。多謝各位。咁而家呢，6位同學都已經發表咗佢嘅言論啦。咁我哋嘅評判亦都喺度好忙碌咁計緊分數。辯論比賽嘅結果呢，就會喺一陣節目結束之前公佈㗎啦。相信評判員呢要拗爛頭殼先知道究竟邊隊贏啦。不過而家輪到我哋拗下頭殼先。嗱，香港而家係有4300多部小型巴士嘅，平均每日載客呢就係160萬人次。每4個坐公共交通工具嘅人當中呢，就有1個呢係搭小巴嘅。嗱，禮伯，你就做小巴生意㗎，我諗你就第一個反對我哋個論題嘅人啦。不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之所以反對我哋個論題啊，嗰個主要嘅論點喺邊度呢？關於小巴呢，呢個問題呢係需要嘅，好簡單。如果唔需要呢，唔止我個人反對，我相信全民都反對嘅。即係要良心話講，第一，佢有20幾年嘅歷史，由9座位、6座位對變，因為1967年基於呢個交通混亂，呢個巴士罷駛，咁啊造成政府覺悟到呢，單獨靠一樣巴士交通工具呢，係往往會造成一種嘅意外混亂嘅，所以急需要1969年呢，係要呢個小巴合法化。所以呢，第一就係基於廣大市民需要，第二呢，就經過政府深思熟慮，然後先係俾我哋合法嘅。咁啊至到現在呢，距今有10年有多啦。大家咧都好歡迎咁樣，好擁護咁樣嚟到發展。咁家下咧，差唔多整個香港廣大新界地區咧，都有小巴去嚟到疏導交通嘅。咁呢一點咧，
多謝你。嗱，我哋不如咁樣嗱，關於你剛才講呢點咧，我想一個同你一樣觀點嘅呢，都大有人在嘅。嗱，起碼阿鐘議員呢都有不同嘅睇法嘅。鐘生你點啊？講到咧存在價值嘅問題，我認為啊，喺任何嘅城市裏面，各種嘅交通工具咧都係有佢特殊嘅價值，係應嗰度嘅居民嘅不同嘅需要而定嘅。喺香港，例如地下鐵、大巴士、小巴、的士，甚至私家車，甚至電單車，都係有佢存在嘅價值。我哋睇一睇呢，就假定嚟計係大巴。如果係有啲市民呢，佢哋係唔願意出較高嘅車資，而對時間上啊，佢哋亦係稍為鬆動啲嘅呢，佢就可以坐大巴。而有啲市民啊，佢係要好趕時間，但係佢又出唔起的士或者私家車嘅車資嘅呢，咁佢哋就可以坐小巴。而有啲呢，佢又趕得更緊要嘅呢，而佢又可以出較高嘅車資呢，佢就坐的士。所以可以講話各種嘅交通工具呢，都係應各種市民不同嘅需要而定。我相信大家都要尊重市民不同嘅需要，而唔能夠強迫市民去採取任何一種特殊嘅交通工具。即係各色其色啦，你意見啊？阿黃議員，你又點睇啊？我認為我自己個人呢係有條件嘅。反對呢個取消小巴服務嘅。我之所謂有條件，即係話我認為呢，即係小巴能有160萬日日坐得小巴嘅呢，有佢嘅證明咗小巴存在嘅價值。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可以諗到呢，所以能夠有咁多人坐小巴，亦都係證明咗大巴服務之差。咁啊，所以就算做小巴生意嘅都有諗到呢，如果將來大巴服務改善之後呢，小巴就會受到一種考驗嘅啦。所以我認為呢，在可見嘅將來啊，啲巴士公司根本就未有意思話徹底嚟改善個服務嘅，所以小巴係變咗唔能夠缺少嘅一種公共嘅交通。但係佢如果想得到市民嘅支持，繼續有用個小巴嘅話呢，最少第一，佢唔能夠立亂起價，唔能夠周時換動價錢，令人感覺到一種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雖然呢個人數唔一定多，但係比小巴行業嘅仲要印象，亦俾市民嘅印象係好差。第二樣嘢呢，就係應該遵守交通條例。咁啊，逢係識得揸車嘅人，你問佢，如果你有一個民意調查呢，我知90%以上呢，就講到小巴司機嘅揸車法呢，就媽媽聲。咁即係呢種情形應該呢，就一定要改善呢種嘅形象呢，先至可以得到市民嘅支持。咁我認為呢，在可見嘅將來，小巴係有佢存在嘅價值。阿鄭兄，就關於剛才黃議員講嘅點咧，即係喺呢個巴士嘅服務未能徹底改善之前呢，小巴係有個存在價值嘅，你點睇呢？我嘅睇法就係小巴嘅存在價值呢，就要視乎香港個交通嘅發展嘅情況而定。以香港呢個地少人多呢，就應該呢係發展集體交通嘅系統。但係呢，如果喺呢個集體運輸系統呢，未曾能夠全面咁樣發展嘅時候呢，小巴當然有佢嘅存在價值。但係如果集體運輸系統呢陸續有得發展嘅時候，咁呢佢嘅小巴嘅存在價值呢就相應呢就會減少。我嘅個人嘅睇法呢，就係小巴呢嗰個嘅扮演嘅角色呢，就應該係屬於一種嘅輔助式嘅交通工具。似乎你嘅意見同阿黃議員都差唔多嚇。好啦，咁聽過4位嘅嘉賓先後發言之後呢，就輪到我哋台下嘅朋友呢，係就我哋嘅論題呢係發表意見嘅。不過呢，我哋先休息陣先。我哋今日城市論壇嘅論題呢，就係討論公共小型巴士仲有冇存在價值呢？嗱，剛剛已經聽過4位嘉賓咧，先後講我哋嘅立場啦。大家對呢個問題有咩意見呢？我哋請各位朋友。頭先講到公共小巴嘅存在價值啦，我覺得只要有乘客就有佢嘅價值。如果喺市區方面，如果係呢啲人係搭其他嘅工具，如果根本就唔需要小巴，咁就梗係小巴喺市區嘅方面係冇存在價值啦。但係佢喺近郊嘅地方或者係啲大型嘅交通工具係唔可以去到嘅地方，小巴就有存在價值嘅。所以小巴如果佢係能夠發揮佢最大嘅用途，就係喺郊區方面。如果係喺市區，根本就係造成擠塞嘅。我覺得喺政府應該係贊成政府去立例
規定小巴喺某個範圍嚟行走，咁就盡量喺市區方面係減少，因為而家市區實在太擠塞好啦。多謝你，即係你嘅意見認為呢，政府應該即係將小巴咧疏導去行走一啲比較上係人少啲嘅地區。另外一位朋友，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小巴目前嚟講咧，就係有佢存在嘅價值嘅。就以佢嘅載客量嚟講啦，頭先都講過啦，就每一日都有成160萬咁多啦。咁同埋佢可以係做一個接駁嘅交通啦，即係對於集體運輸，譬如地下鐵嗰啲，就作一個接駁交通嘅作用。咁但係我覺得佢嗰個嘅所謂嘅 role 啦，就係會漸漸係減低嘅。事關咧就係隨着大巴同埋集體運輸嘅發展嘅咧，佢咧就係會漸漸係式微嘅。就所以咧，而且喺嗰啲比較上繁忙嘅大路，譬如好似係北角嘅英皇道啊等等嗰啲咧，就應該係限制佢嘅駛入。事關就佢實在係唔係好經濟咁樣運用嘅道路。就你嘅睇法呢，即係同1979年5月所發表嘅白皮書嘅睇法呢，可以話即係不謀而合嘅。白皮書裏邊話呢，就係即係政府就希望啊個目標咧就係將呢個小巴呢係減少小巴喺繁忙交通走廊上行走嘅數目嘅。同時政府嘅政策係會繼續發展呢個小巴專線計劃。嗱，李伯就剛才好幾位朋友都講過呢樣嘢，就認為小巴嗰個功能呢會日漸式微嘅，隨着呢個即係集體運輸嘅制度呢更加進一步完善嘅。咁你又點睇呢？我認為咧，加集體運輸都追唔上人口增加。況且一個自由嘅社會咧，自由競爭咧係發展經濟嘅基礎，係發展呢個嘅社會嘅一切嘅原動力嚟嘅。如果冇呢競爭咧，就變咗落後啦。以前冇小巴，大巴唔會改善嘅；有小巴之後咧，大巴去改善啦。咁如果家下政府又話發展衛星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咁已經車都唔夠啦。咁你仲減少咗小巴咧，無形中咧減少市民嘅疏導嘅作用。咁二方面咧係剝削市民搭車嘅權利，呢啲係壟斷交通，係唔對嘅。唔講話地鐵、天鐵都解決唔到嘅。我哋台上有冇邊位自己對佢所講嘅有啲補充嘅意見呢？阿黃議員，鄭生，黃議員係你。至於呢香港嗰個人口嘅增長同埋呢個集體運輸系統嘅發展呢，就要視乎睇下政府嗰方面嘅政策係點樣。如果政府係決心嚟到改善香港嘅交通嘅服務的話呢，相信呢應該係有所作為嘅。同時亦都視乎我哋香港嘅經濟能力而定。譬如香港嘅經濟能力係強的話呢，一路呢係有進展的話呢，就應該呢可以投入更多嘅資金嚟到發展，譬如係地下鐵路嘅支線，或者甚而至呢係輕便鐵路嘅系統嘅。我請台下各位朋友。小巴咧存在價值係應該有嘅，不過咧，剛才黃議員都講過嚟，小巴呢種落井下石嘅作風啦，真係好得到多市民嘅反感㗎。舉個例講，8號風球就要8蚊，3號風球就要3蚊，真正㗎，我喺荃灣搭出嚟，咁啦呢啲咁嘅啦，即係對於香港市民咧係一種好痛恨佢㗎，即係痛恨到幾乎啦。嗰種咁嘅態度咧，希望佢唔存在咁就啱噶。實際上，如果冇佢唔存在咧，亦都係香港咧交通咧就係唔係幾夠噶。如果有佢存在喺度咧，實際做到路面好擠塞噶。逢有小巴行嗰啲路咧，一定塞車噶，一定塞車噶。咁我覺得咧，小巴如果係存在嘅話咧，應該要檢討下自己嘅司機嘅自己嘅，應該檢討下，為下市民着想，亦都要為下自己着想。對於某一啲小巴嘅陋習咧，阿李伯，你認為有冇法子對症下藥，有一個改善嘅辦法呢？有呢個，因為佢哋唔清楚。第一咧，小巴咧就係政府立法咧係唔規定收費啊，呢係由政府決定嘅。第二咧係社會供求嘅作用。第三咧，我哋咧係好需要劃一添。曾經4年前咧要求運輸署將我哋小巴嘅價錢劃一，當時要求嘅咧就係話市區唔超過1蚊，隧道線唔超過2蚊，郊區唔超過3蚊，係我哋自願，個個都自願要政府劃一嘅。咁如果要我哋控制咧，係冇可能控制嘅，法都唔能夠立啦。我哋有咩力量啊？
因為啲車咧係租給俾嗰個司機嘅，我哋嘅習慣變咗佢就做臨時嘅老細㗎啦。呢個問題咧就唔係我哋嘅責任。阿禮伯，對唔住，阿鐘議員呢，佢示意佢想即係有啲嘢補充講講。我好同意黎先生嘅講法咧。實際上喺1973年嘅時間、74年嘅時間咧，我同埋佢哋小巴各嘅商會咧，係同運輸署咧係多次討論過立例嚟管制小巴嘅收費嘅。當時咧，甚至連個初稿啊，即係個法例嘅初稿已經定咗出嚟，由我哋去鑑定或同唔同意。我哋亦當時咧開過好多次嘅會議咧，係俾好多意見，甚至差唔多認為啊嗰個咁嘅法例已經可以定出嚟㗎啦。但係唔知道點解啊，由1973、74到嚟而家今年已經6年、7年咁耐嘅時間呢，政府都冇辦法可以立到嗰條例出嚟。呢個咧係第一點嘅問題。第二點咧就關於頭先有人所講咧，就係關於集體運輸啊，或者巴士公司將來嘅事情。係咧，我覺得今日我哋討論嘅題目咧係今日嘅事情，即係起碼極其量我哋要睇嘅只係睇3年至到5年之間，我哋好難去討論10年或者20年後嘅事情。所以我希望今日大家咧喺個討論上係集中而家或者係5年內，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取締小巴？如果喺5年內嘅交通情況冇辦法取締小巴嘅，我哋要接受呢個事實，話小巴應該存在。即係眼前嘅問題呢，就緊要啦。我哋請另外一位朋友。好似頭先鐘議員咁講咧，就話即係要睇目前嘅問題，我都好同意啊。其實我覺得咧，關於公共小巴有冇存在價值嘅問題咧，來去咧都關係到大巴本身嘅身上嘅。假定如果巴士係能夠提供足夠嘅服務嘅話咧，我覺得咧係小巴的確冇呢個需要嘅。假定喺朝頭早上班嘅時候，巴士又逼都逼唔上，要搭的士咩？咁樣打工仔人士就慘過頭啊！咁嘅時候，小巴咧就在於貴同埋平之間咧，我覺得係有一定嘅程度上咧係適合到個需要嘅。如果你話有人真冇晒巴士、冇晒小巴嘅話咧，我請問到嗰陣時係咪個個行路翻工咧？咁呢個唔可能嘅。所以我覺得咧，大巴係要將個俾機會又俾另外一位朋友講講。剛才台上兩位議員同埋鄭會友先生咧都同意係小巴有存在嘅價值嘅，即係咧巴士係唔方便搭得到，同時咧係的士咧亦都唔出得起的士咁嘅價錢，咁就需要搭小巴。咁啊，剛才嗰位先生講話小巴收費問題，就只係咧係在供求嘅問題，即係打風嘅時候係收幾多錢呢？呢個咧係我認為值得原諒嘅，因為打風嘅時候咧係保險公司都唔受理嘅，係應該要俾命搏嘅。咁在呢種情況之下咧，收貴啲咧係好公道嘅。況且咧交通運輸署咧亦都係聲明過，在繁忙時間可以比較平時係收雙倍價錢嘅。呢啲係早2年所講嘅事。咁呢啲起價嘅問題咧係值得原諒嘅。至於話阻塞交通咧，係唔能夠完全推晒小巴身上，因為仲有好多交通工具都係阻塞交通嘅。請另外一位朋友。即係我反對小巴冇存在價值，因為我哋放假，譬如去郊外旅行啊咁，即係好塞車咁，我小巴負起嗰個責任啦。即係譬如你哋翻工唔坐小巴坐咩咧？即係唔通坐的士又貴啊？坐小巴5毫子1蚊啫。即係普通價錢又比輪巴士又方便啦。即係地下鐵又唔係即係全體即係街道未過晒全部啊嘛。就小巴咧就負起嗰啲疏導交通嘅責任啦。好，我哋俾機會坐第一排嗰位朋友請你講啊。我即係講呢個小巴存在價值嘅問題啊！我認為佢呢個政方面啊，都根本上已經係反對嘅。因為佢之所以話專線小巴就有存在價值，公共就冇咧，根本亦都係小巴嚟㗎。所以問題咧就係你政府嗰個管制嘅問題。至於你嗰載客人數咧，根本就唔能夠代表佢真正嘅呢個乘搭人數嚟㗎。因為佢在好多唔合理嘅政策迫害之下，都仲有咁多嘅乘客。佢係調翻轉頭，大巴又受小巴咁嘅迫害，而小巴又受大巴咁嘅優待，嗰個載客量我相信係好驚人個變化。咁至於呢個收費問題咧，你根本大巴佢有好多呢個企位㗎，佢而且係免費㗎，冇成本㗎。你在黃絲嘅時候，佢最多幾十個人都得，小巴唔得。你人生人許佢都係最14個。咁佢在淡市嘅時候，佢冇人乘搭，佢油錢蝕本嘅時候，佢都要做。咁就一定要在黃市嗰度嚟補翻㗎。呢個就呢位朋友介唔介意我問呢個問題？你係咪從事小巴呢個行業嘅咧？
好多謝你，黃議員。關於呢個收費問題呢，我認為冇市民會反對呢個小巴，譬如話打風啊，或者過時過節過年啦，或者係趕住鋪草皮嗰啲人啦，咁啊加少少價咧咁。不過問題就應該係合理，即係頭先好似嗰位朋友都講噶啦，即係你上次個交通運輸署嘅報告都話合理，所謂合理呢，譬如話你本嚟1蚊2蚊咧咁，但1蚊變咗7蚊8蚊之時呢，就唔合理啦。咁我覺得呢，若果佢咁樣嘅做法，而嗰個有呢個組織方面而話我哋無法知做得乜嘢功夫去限制佢嘅話呢，呢個可以話成為一種小巴行業嘅自殺政策。因為呢，只要將來有更多嘅大巴出現之時呢，好多乘客呢，佢就會選擇即係對呢種小巴有一種壞嘅影響喺度之時呢，會影響成個小巴嘅將來嘅行業嘅。我覺得呢，小巴服務人員亦都係除咗做生意之外，都攬住呢公共交通一種對市民嘅公共服務。佢係做生意賺錢之外，呢都要攬一攬呢啲係一種公共嘅服務。好，多謝咁多位嘉賓同埋咁多位現場朋友咧，就呢個問題發言嘅。一陣間呢，我仲有好多機會俾大家講嘢，不過我哋喺度呢，係先休息陣間。城市論壇呢個節目係要討論公共小型巴士喺目前嘅集體運輸制度之下，究竟仲有冇存在價值呢？我哋繼續係請台下嘅朋友咧自由發言嘅。喺呢度我唔想再講關於收費問題。因為咧呢度咧，我相信大家心裏有數啊。關於小巴收費係幾貴㗎。雖然我哋試過搭一次喺跑馬地平時時間咧係去旺角收12蚊啊。我是想講一講咧，就係一個大家似乎誤解咗㗎。其實根本咧，大家咧亦都應該係同意咧，話小巴咧係已經冇咩存在價值。只不過因為咧近來啊，我哋仍然咧覺得大巴咧嘅服務係未夠，咁我哋被逼咧係仍然咧係要搭小巴。如果大巴係已經夠呢個服務嘅話咧，我相信大家唔會話寧願係俾5毫子搭大巴，唔寧願咧係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係俾5毫子搭大巴啦，而唔想咧係俾個幾2蚊咧搭小巴，甚至過海嘅時候咧俾個半隧道巴士咧係唔想俾4蚊咧係過海小巴噶。但係呢個問題咧，我有一方面咧得到嘅消息就係大巴士咧近來咧仍然咧係缺乏司機噶，亦都佢哋打算咧係訂好多巴士翻嚟。如果係我哋有足夠嘅司機，有足夠嘅巴士嘅話，大家翻工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係喺搭巴士大巴方面咧係可以舒服好多，同埋交通方面咧亦都咧唔會話咁混亂，因為小巴咧可以少咗好多噶。我相信大家咧係諗諗呢個問題，大家其實根本咧係應該知道存在嘅價值咧係根本冇乜噶，只不過因為你暫時咧係冇大巴嘅優良服務咁解。好，唔該你，鐘議員。我想補充關於頭先嘅有幾位嘅講法，話呢個大巴呢，如果只要佢係改善服務或者增加車輛咧，可以代替喺小巴，完全可以將小巴嘅價值抹殺嘅。呢一點係我非常唔贊成嘅。我解釋一下就係原因就係咁嘅情況，因為呢大巴嘅載客量呢係冇錯，佢係一定多，但係由於佢載客量多嘅時間呢，俾佢嗰個客上落客嗰個機會呢個同時間又長咗。另外方面咧，大巴嘅靈活性咧係缺乏嘅，所以喺呢個方面嚟計係佢嗰個所需要嘅由一點到另外一點嘅嗰個時間咧，係一定會多過小巴嘅。咁小巴另外一方面咧，佢載客量少，所以上落客機會亦少過大巴嘅。咁而佢靈活性係高咧，所以佢係由一個地方到達終點嘅時間亦係會快過大巴嘅。咁喺呢個情況下，有啲人有啲市民佢需要咧係比大巴嘅時間較快，要到達嗰個終點。但係佢又出唔起的士嘅車資嘅，咁佢咧就寧願坐小巴。所以我頭先所講過嘅咧，就係任何一種交通工具都有佢存在嘅價值，佢係應市民不同時間不同嘅需要而定嘅。好，另一位朋友。正話有台話下有位朋友話佢唔討論價錢嘅問題啦，但係我就想講下呢個問題。咁正話黎先生解釋咧，就話點解佢哋小巴唔立例管制佢哋嘅收費咧？就因為政府冇咁嘅管制。但係我想問一句，既然小巴係針對市民嘅需要，為市民服務嘅話，咁而家我哋有部分市民受到，因為有部分嘅小巴司機嘅隨意收費或者係隨意改變路線嘅
即係嘅影響嘅話，咁點解小巴方面唔可以自律呢？如果佢哋方面工會唔可以管制佢哋小巴嘅收費，咁工會嘅存在價值喺邊度呢？係喎，禮伯，即係唔使政府立例，根本上即係小巴商人可以自律㗎。哦，呢個好簡單。嗱，我家姐對你講，即係你個媽媽都好多家法規定你哋㗎，係嘛？你都係想你哋好乖，好讀書勤力啊，或者係生活上有規律啦。但係有陣時咧，或者你唔會守規律都唔定㗎，係嘛？明光叫你食飯啊，你食咗麵包去食飯，咁又咁食太多又唔好啊，係嘛？不過會唔會啊？禮伯，基本個理由就係由於呢個小巴係多數即係一人一車嘅關係。因為咧佢個別一人一車制，同時咧家下咧佢因為好難控制呢個問題。我哋曾經咧本會盡好大嘅力量開過好多次會，又通知呢個摩總工會大家聯合嚟到孭佢。不過呢個係一小撮嘅啫，就最主要係咩問題咧？如果個擠塞變咗佢嗰幾個鐘頭做唔到生意咧，佢死人咧要搏高啲㗎啦。咁但係如果佢疏導咧，後邊有架車跟住嚟，你動3蚊，後邊動1蚊啦。再有一架，動1蚊，動5毫啦。呢個自由競爭，呢個叫做供求問題。好，而且阻塞嘅責任咧，政府亦係有責任嘅呢道路。好多謝禮伯，請各位朋友。我希望各位研究一下小巴浪費燃料呢方面嘅問題啊！而家政府不斷已經希望各位節省燃油啊，但係咧小巴已經載客少啦，佢行嘅路一樣咁多，我認為係一種浪費嚟嘅。多謝你，我哋請各位小姐。我哋知道，如果小巴係被取締嘅時候，佢嗰4000多架嘅小巴點樣安排呢？而佢又多咗1萬人嘅失業人數，而且我哋都知道，響牛頭角振華道嗰條路呢，係因為佢傾斜度太斜啦，巴士係唔能夠行駛嘅，所以必須有輕便嘅小巴嚟行駛。所以咁樣已經肯定咗小巴佢有嘅存在價值。至於節省燃油，咁樣呢啲私家車同的士都有責任㗎，唔可以一定要小巴負起呢個責任嘅。如果要取締嘅時候，相信的士同埋私家車係應該先嘅。多謝你，阿鐘議員有咩補充下咧？關於頭先講嘅個題目話燃油個問題啊，我相信如果係用燃油嚟計呢，一架小巴同一架的士所用嘅係一樣，但係呢的士載客量同小巴冇得比較。咁喺呢個情況下，如果講嘥油呢，的士嘥過小巴好多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話阻塞交通，由於呢係目前嚟講對小巴太多嘅禁區，令到小巴呢無形中係差唔多呢集中晒有一啲嘅地區裏面去營業，造成咗一般嘅錯覺呢，就係佢哋造成交通擠塞。另外一方面啊，實際上交通擠塞呢係目前私家車亦造成好大嘅主要因素。最大嘅量嘅咧就不斷嘅出牌嘅咧，私家車已經到達15萬幾啦。如果街上嚟任何一種交通工具咧，都應該負責嗰個擠塞嘅問題，唔應該將所有嘅責任咧擺喺小巴身上。小巴啦係唔係造成呢個擠塞嘅理由？呢點鄭兄你點睇啊？頭先所講開呢個禁區先，我先講講呢個禁區。禁區嘅設立咧，我相信咧，如果喺呢個比較上擠塞嘅道路某一段嘅道路之中呢，我相信呢個禁區呢係有必須嘅，因為呢，如果一部車輛呢要隨時隨地呢俾佢呢係停車嚟到上落客呢，呢個一定會阻礙到即係喺後邊嚟嘅車輛嘅疏通嘅。咁所以我認為呢，禁區係要視乎情形而定。如果交通係擠塞的話呢，禁區設立係有必須。咁至於呢個燃油節省嘅問題呢，我亦都想講多少。如果呢一架小巴，如果俾佢隨時停止嚟到呢停泊喺路邊，俾佢呢嚟到呢係上落客的話呢，咁變咗佢行車速度呢就好多受佢影響㗎。咁嘅時候呢，變咗呢燃油嗰方面嘅消耗反為會增加，因為呢以燃油消耗嚟睇呢係有個時速嘅睇法嘅，即係佢同時速呢係有相當大嘅關聯嘅。如果一部車輛能夠呢係好暢通咁樣行走的話，係保持翻一段嘅時速，即係呢譬如係喺20米至到60米之間呢，呢個時速呢係應該係比較上呢係比較上呢係節省呢個燃油嘅。多謝你鄭兄，多謝你。
黃議員我再補充一下啫。呢個時速嗰方面咧，就唔係淨止話小巴本身，佢就影響咗成個後邊跟住嗰啲車嚟啊，冚唪唥都要慢翻，咁啊影響仲大啲添。仲有啲小巴尤其是站嗰啲地方咧，佢係影響咗嗰啲嘅擠塞㗎。譬如話你吳松街嗰邊啊，或者係旺角嗰邊啊，線公司嗰邊咧，嗰啲小巴嗰度集中之前就成條街差唔多冚唪唥唔行得晒。咁呢種情形，我覺得係需要自律㗎。我哋唔能夠完全話叫差人嚟啊，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大人啦，就大家做呢個行業呢，正當嘅行業。我覺得呢應該自己係要，我並不擔心小巴而家有存在嘅價值，而一定會存在添。但係我所擔心嘅呢就話，若果佢哋若干種嘅缺點唔改，而且推諉責任話唔關我事嘅話呢，將來就有好大嘅問題。當大巴嘅服務改善之前呢，佢就有可唔可以生存就有問題。好，各位朋友，我聽佢咁多位講嘅呢，就係覺得唔知聽邊個講好，各有各嘅道理。咁我覺得呢，最大嘅問題呢，就係香港嘅經濟制度啊，自由經濟同嗰個政府嘅干預啊之間嘅矛盾。因為要供求，咁又要叫政府立法，咁呢個矛盾就唔好解決。咁而家呢個供呢就兩種，求要兩種。咁啱求嚟呢，要兩種求啊，一種求搭車嘅，一種咧求生活嘅。的士司機用的士司機求生活，大巴有大巴嘅生活，係嘛？所以呢話站喺大巴嘅立場嘅，咁係話最好我站巴啦，我大巴就冧晒咯，係嘛？所以呢個求呢就係有好多種人嘅求，同時呢搭車嘅人有各種求咧，有啲人有行錢嘅，有啲有錢佬佢係私家車嘅，係嘛？有唔同咯喎，咁呢度兩種唔同啦嘛。咁仲有個供嘅兩種唔同，第一個供呢供呢個斜嘅供，第二種呢大家冇提到嘅道路嘅供，冇提到。咁你有冇行呢？呢個小巴行嘅，嗰個大巴行嘅，嗰個的士行嘅，嗰個自行車行嘅，嗰個行人道咩？冇分開啊！所以呢個政府有責任嘅。呢個節目啦，如果即係我都有份參加意見呢，我一定會話即係可唔可以俾多啲時間俾我哋討論啊？不過剛才編導而家耳筒講咗話，即係冇得傾㗎啦。好，我哋咧就立即進行第二次嘅現場朋友嘅投票。我哋今日嘅論題就係公共小型巴士已經冇存在價值。如果你嘅意見啊，你認為公共小巴呢係冇存在價值嘅咧，即係表示贊成我哋嘅論題呢，就請你舉出紅色嗰邊呢向上面對主席台。紅色係表示贊成我哋嘅論題。黃色咧就表示反對，粉藍色嘅表示呢係你對呢個論題呢係採取中立嘅態度嘅。請你大家高舉呢個顏色嘅指示牌，繼續係高舉，好等我哋嘅工作人員呢係點算呢個投票結果嘅。趁住投票結果仲喺度點算期間呢，我哋翻返去剛才節目嘅第一部分，兩間學校參加辯論比賽，究竟邊間贏呢？阿蘇榮興。好啦，咁我諗大家而家呢其實都好心急，想聽下究竟邊一隊係贏，邊一隊係輸啦。香港華仁書院嘅得分係359分，咁而德蘭中學嘅得分呢係373分嘅。咁即係話呢，我哋今日嘅優勝隊伍呢就係德蘭中學啦。相信德蘭中學嘅同學翻到屋企呢，有排慶祝啊！呢次啊，好啦，而家我哋嘅現場工作人員呢係繼續點算緊第二次嘅投票結果嘅。嗱，我哋剛剛喺節目開始咗之前呢，已經係舉行咗第一次嘅投票啦。當時呢，就大家對呢個論題呢冇咩，即係未人聽過啲專家講，亦都未人聽過在場嘅朋友講嘅。咁啊，經過翻辯論同埋經過好多位嘉賓專家講嘅嘢之後啦，咁大家對論題加深認識之後啦，咁我哋再舉行第二次嘅投票，咁睇下兩次嘅投票結果呢，會唔會有唔同嘅？剛剛呢，就係收到第二次現場朋友嗰個投票結果啦。第二次嗰個投票結果呢，就贊成我哋嘅論題呢係有74人，中立嘅呢有58人，反對我哋嘅論題嘅呢係有178人。前後兩次投票結果比較，第二次比第一次贊成我哋嘅論題呢係少咗5位，保持中立嘅呢係多咗2位，而反對我哋嘅論題嘅兩次比較係多3位。嗱，對呢次投票結果嘅代表性呢，我哋無意誇大，亦都無意輕視。
個事實就係呢一次投票結果咧，係代表現場300幾位朋友意見嘅一個總結嚟嘅。但係重要嘅咧就係經過翻論辯同埋經過翻討論之後，我哋對於面對香港嘅問題呢係多咗翻認識，多咗翻了解嘅。倫敦有一個海德公園，香港何嘗唔係一個維多利公園咩？嗱，呢個城市論壇節目咧就係俾你發表你嘅心聲嘅。下星期日同樣時間老地方再見。